你见过这么纯情的男人吗？为了救出心爱的人，宁愿让自己消失。前女友西千惨遭陷害，接受调查。他的父亲1年前破产，原本的富家女如今却得为父还债，所以很难不被怀疑。当时的行车记录仪也并没有拍到目击者的正脸，但可以根据他手上的手环，认出是之前他砸了人家厂子的夜店。秀月只能一脸乖巧地陪着笑脸，想要从老板这里得到线索。但气愤的老板并不打算帮助他。K 拎着酒瓶说，只要秀月一声令下就立刻教训他。老板记恨秀月，决定以牙还牙。秀月只能无奈地让 K 出手，但 K 慢了一拍，秀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重拳。秀月察觉出 K 就是故意的，两人争吵时，西千也来到这里。K 立马害羞地躲在秀月身后。西千决意要找出杀害同僚的凶手，随即动身去筛选当天夜店的相似人员。K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依依不舍。餐厅里 ，K 痴痴地看着西千，看到他的水杯空了，立马起身去帮他倒水。但在西千眼中，这都是秀月做的。他对秀月最近反常的举止十分不解，猜测他难不成是有双重人格？突然这么认真地帮忙查案，是不是还喜欢他 ？K 立马冲着他告白比心，秀月只能尴尬地解释，是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备受瞩目。西千警告他不要再做出让人分不清的举动。两人终于找到了目击者，但他却说自己什么都没看到。面对西千的恳求，他也无动于衷。K 气愤地抓住他的衣领，目击者顿时吓得落荒而逃。秀月和 K 互相看不顺眼，找到心理医生治疗，两人都想要彻底摆脱对方。医生认为双重人格都是因为幼时留下的创伤导致，需要了解他小时候发生的事。K 闻言却气愤地说他不治疗了，医生只好开始对秀月进行催眠治疗。秀月来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打开房门，记忆不断浮现，秀月顿时惊醒。医生察觉出原来秀月小时候失忆了。正义满满的吴巡警也被调到了秀月的部门。秀月还在苦恼案件没有新的进展。K 对于单纯善良的吴巡警十分满意。西千刚回到家，楼下却围满了警察。秀月也赶到了这里，警察接到报警，这里发生入室抢劫，但在现场却搜到巨款和药品。西千也只能被拘留接受调查。秀月猜测这人如此了解缉毒组的情况，很有可能在缉毒组有内应，但西千十分相信他们组，坚定地认为组长会帮他洗清嫌疑。金组长来到一所仓库，对着徐组员就是愤怒的连扇几巴掌，斥责他擅自行动。原来当时杀害都议员就是金组长指使的，另外2名组员也是同伙，当时他们伙同凶手处理了都议员和同僚，但组长决定放过西千。秀月在警局遇到金组长，直言本来缉毒组有很大的嫌疑，但现在所有的证据却都指向西千。秀月的直觉让他怀疑是缉毒组有人想要断尾求生。秀月与 K 再次找到目击者，看着他惊慌的神情，猜测他当时一定看到了什么。秀月接到吴巡警的电话，他找到了凶手逃跑的路线。当时有一辆可疑的救护车，没有牌照，而且在警方到达之前就离开了现场。秀月劝诫目击者，只有抓到凶手，他才能活下去。当时凶手也发现了目击者，警告他已经记住了他的脸，最好不要多管闲事，便坐着救护车离开了。凶手带着药品前去与对方接头，但那人却是社长的助手，一把将他按进水里。眼看凶手就要毙命，一把枪抵住了他的脑袋。金组长提出亲自与社长面谈，金组长承诺会帮助他以合法的渠道清理市场，但社长并不打算轻易就与他合作。秀月一行人来到废车场，找到了那辆救护车，但却处在监控死角。眼看线索中断，吴巡警想到这里的其他废车也可能有完好的行车记录仪，说不定就拍下了凶手的样子。秀月忍不住赞叹吴巡警是天生的警察。在善听到这话，醋意大发。缉毒组全员恶人，金组长竟伙同组员监守自盗。而秀月这边虽然拍到了凶手的样子，但他早就不知所踪，老家也成了废宅。众人苦恼不知该如何找到他。吴巡警突然想到，当时时间紧急，要找到货车和救护车，应该只能和车辆交易公司联系。而近期注销的车辆公司名单中，发现其中一家的老板和凶手是初中同学。秀月再次感叹吴巡警仿佛是天降福星。在善看着亲密的两人，手中的披萨都不香了。秀月立即准备前去调查，但是车子却被困住。这时 K 骑着机车帅气登场，秀月立马抢下他的装备，带着他一同前去废车场。K 也对这样的秀月有所改观，觉得他或许也不是那么坏的人。K 帅气地翻进废车场，两人偷偷潜入，发现了药品，而毒贩一行人也发现了他们，双方立即展开混战。秀月与 K 默契的合作抗敌，将毒贩们都打倒在地。这时凶手从后面突然给秀月来了一针，秀月捂住脖子痛苦不已。秀月醒来后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。金组长一行人也来到了这里，徐组员拿出枪准备处理了凶手，金组长却对徐组员开了一枪。原来社长提出要想和他交易，就得先处理了动他仓库的徐组员。金组长命令凶手开枪，秀月被这个场面吓懵了。金组长一脚踹翻秀月，用枪抵住他。秀月连忙求饶，猜出金组长这样做是想设计出凶手勾结组员杀害了都议员，提出会协助他处理好这起案件，请求他再相信自己一次。
金组长在注射器上留下了秀月的指纹，也在1个小时前就往他哥哥的账户打了钱。秀月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金组长的计划。有了秀月的协助，这个案子也就此结案了。原本就心烦意乱的秀月还被愤怒的 K 指责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秀月其实也只是为了活下去罢了。秀月来探视西迁，现在凶手一直坚称西迁是共犯，所以他目前没办法洗清嫌疑。西迁不相信凶手就是这起事件的主谋，但到这个时候，他还是相信他们组会尽力救出他。秀月有口难言，前女友询问当时杀害卓警长的也是徐祖元吗？秀月翻出那时的案宗，发现尸体的掉落顺序和金组长的证词相反，猜测当时是金组长残忍杀害了两人，随后刺伤了自己来躲避嫌疑。秀月决定和 K 携手重新调查这起案子，将金组长绳之以法。